一口气看完我国历朝历代灭亡的原因。每个朝代的崛起、兴盛和灭亡背后都有深刻的原因，这些原因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和智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追寻历史的踪迹，来探寻每个朝代灭亡的真实原因。第一，夏朝。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，起始于公元前2070年，由大禹创建，历经16位君王，延续470年。夏朝前期，经过几代君王的经营，创建了少康中兴的鼎盛局面。之后，国运开始下滑。夏朝灭亡的主要原因，首先是夏朝与周边部落关系不断恶化，夏桀连年对外发动战争，使国力过度消耗，引发内外不满，激化了社会矛盾。同时，夏桀本人过于骄奢淫逸。此外，夏朝的后期未能革新原始的农业技术，致使生产力低下，百姓生活贫苦。最终，夏朝被商朝灭国。第二，商朝。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，起始于公元前1600年，由商汤创建，历经31位君王，延续600年。在武丁时期，武丁盛世让商王朝达到了国力巅峰。之后，由于混乱的继承制度，使商朝内耗严重，商朝开始衰败。此外，由于商朝统治者愚蠢的外交手段，使本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的周边纷争不得不采用战争方式，这使得国力消耗巨大，百姓不堪重负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。最终，商朝灭亡。第三，周朝。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，起始于公元前1046年，由周武王创建，历经37位君王，延续791年。周朝是华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，它有西周的强盛、东周的变迁、春秋五霸的争锋和战国七雄的合纵连横。周朝灭亡的原因，本质上就是诸侯国向周天子要主权，而背后的原因就是他的分封制度。分封制的前期还能有效稳固周朝的统治，但到了中后期，它让诸侯国逐渐做大，使得周王室无力掌控大局。最终，在天灾人祸的推动下，西周走向灭亡。第四，秦朝。秦朝是华夏民族的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，起始于公元前221年，由秦始皇嬴政创建，延续15年。秦朝灭亡的原因，不是天灾，不是腐败，也不是外敌入侵，而是急于求成。秦始皇在短时间内消灭6国，一统天下，但6国的人心并没有被完全收复。在此情况下，秦始皇彻底抛弃分封制，急于求成地实行单一郡县制，这使得统一的成果非常脆弱。可以说，真正稳固大一统的并不是秦始皇，而是接下来的刘邦、刘恒、刘启、爷孙3代。他们用郡县和分封并行的制度，才将统一的基础稳固下来。秦始皇离世后，各种危机加速演进，大泽乡起义、巨鹿之战接踵而来，最终秦朝2世而亡。第五，汉朝。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强王朝，分为东汉和西汉，起始于公元前202年，由汉高祖刘邦创建，历经29位君王，延续405年。汉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土地兼并严重，流民数量激增，豪强四起，同时内部党争不断，再加之天灾频发，超出了人治的极限。于是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，汉朝统治机制被彻底击穿。第六，隋朝。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政绩卓越的王朝，起始于公元581年，由隋文帝杨坚创建，延续38年。隋朝灭亡的原因，首先是土地兼并严重，致使贵族、官僚与底层百姓的矛盾日益激化；其次是隋朝统治者进行了大规模战争和工程建设，致使国力严重消耗，百姓不堪重负。此外，世家大族不满科举制度，致使门阀士族与皇权矛盾尖锐。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，这个正值辉煌鼎盛的王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。第七，唐朝。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华鼎盛的朝代，始于公元618年，由唐高祖李渊创建，历经21位君王，延续289年。唐朝的前期，唐太宗李世民创建了贞观之治，之后唐玄宗李隆基创建了开元盛世。唐朝的盛世持续了100多年，之后
爆发了安史之乱。安史之乱让大唐帝国由盛转衰。唐朝灭亡的原因，首先是节度使拥兵自重，他让国家处于半分裂状态；其次是宦官专权，他严重削弱了朝廷的治理功能。同时，门阀士族掌握了庞大的社会资源，致使土地兼并严重，社会矛盾尖锐。这一切不断侵蚀唐朝的国力，最终唐朝在内忧外患之中走向灭亡。第八，宋朝。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文化和经济最发达的朝代，分为北宋和南宋。起始于公元960年，由宋太祖赵匡胤创建，历经18位君王，延续319年。宋朝的建隆之治、咸平之治、仁宗盛世、乾淳之治，让宋朝的经济水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巅峰。宋朝灭亡的原因，首先是重文轻武的政策，这使得国家军事体系和战斗力低下，加之他没有夺得幽云16州，使其始终处于外族侵扰的压力之下。其次，宋朝内部党争频繁，严重影响了国家治理能力，也加剧了政治腐败。同时，宋朝土地兼并现象严重，社会矛盾尖锐。以上种种，在遇到强敌入侵时，宋朝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，最终走向灭亡。第九，元朝。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，起始于公元1271年，由元世祖忽必烈创建，历经15位君王，延续98年。元朝的前身是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，成吉思汗的军事能力异常强悍，他征战四方，大蒙古国的国土疆域面积横跨欧亚非3个大陆。忽必烈继承汉位后，迁都北京，建立了元朝。他一举灭掉南宋，入主中原。元朝灭亡的主要原因，首先是其作为少数民族，没有实现真正的文化融合。元朝统治集团始终与汉人士大夫较为疏远，这让他统治中原的基础十分脆弱。其次是他粗放型的统治方式，导致底层的民众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，不得不揭竿而起。此外，元朝内斗严重，短短13年里，皇帝就换了7位，上层动荡剧烈，导致王朝政权极度不稳。这一切让他最终走向败亡。第10，明朝。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，起始于1368年，由明太祖朱元璋创建，历经16位君王，延续276年。明朝灭亡的原因，首先在于奇葩皇帝众多，常年荒废朝政，致使宦官专权，党争不断，导致朝政异常混乱。明朝的中后期，土地兼并十分严重，权贵集团通过土地兼并，将大量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，而朝廷方面却财政空虚。明朝末期，自然灾害频发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，北面的满清军队更是虎视眈眈。最终，大明王朝在各方势力的夹击下土崩瓦解。第11，清朝。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起始于1636年，由清太宗皇太极创建，历经12位君王，延续268年。清朝灭亡的原因，主要在于统治者的思想观念保守落后，特别是在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，它让国家严重滞后于世界。其次，清朝内部贪污腐败盛行，朝廷体制僵化，社会矛盾尖锐。经过西方列强的侵略、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，清朝的统治根基受到严重削弱。最终，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，大清王朝被彻底推翻。回望历史，你会发现，任何一个王朝，无论当初取得多少辉煌成就，最终都难逃灭亡的宿命。历史就是兴衰治乱的循环往复，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生命周期都很难超越300年，一旦逼近300年，天灾人祸就会接踵而至，就会很快走向灭亡。那么，封建王朝为什么难逃300年的周期率？这背后的历史真相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